现代台语版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即个代志发生的时甲期，无需要写批甲恁讲，因为恁家己知主的日会亲像贼仔暗时偷偷来。人伫讲平安无事的时，灾难亲像产妇嘴唇会痛痛，忽然临到因，无法度通逃避。毋过兄弟姊妹，恁毋是伫黑暗中，迄个日袂亲像贼仔忽然到，因为恁拢是光明的人，是日时的人。咱毋是属暝时，毋是属黑暗，所以咱毋通亲像其他的人伫困，着醒醒，着谨慎，因为困的人拢是暗时伫困，酒醉的人是暗时伫醉。既然咱是属日时的人，着谨慎，用信心甲疼心做护胸甲穿，用得救的仰望做头盔戴。上帝无安排咱着受刑罚，是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。基督替咱死，是要互咱无论是死还是活，拢会当甲伊做伙活。所以，亲像恁现在安尼，着继续互相鼓励，彼此造就。兄弟姊妹，请恁着敬重伫恁中间得着我，嘛是主拣选来指导甲劝勉恁遐个人。搁着因为因所做的工，用上大的敬意甲疼心对待因，恁家己着和睦相处。兄弟姊妹，阮苦劝恁着警戒贫惰的人，勉励无胆的人，帮赞软弱的人，对正人着宽容。恁着谨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不时为着彼此以及所有的人做好事，着不时欢喜，着继续祈祷。无论什么境遇，拢着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，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。毋通拍花圣神的火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话，事事着测验，好的着持守，一切的邪恶着弃杀。愿赐平安的上帝深深甲恁完全圣化，互恁的灵魂甲体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呼召恁的上帝是信实，伊一定会完成这个事。兄弟姊妹，请为着阮祈祷，着真诚甲拢总的兄弟姊妹请安。阮奉主的名吩咐恁着读这张批互众兄弟姊妹听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